樂機械人。叱咤叱咤嗰啲唱作人，寫歌天資好難監入，一個人做 individualist， 最難嘅就係監入。多謝大家。不過真係講到唱作人，唱作人又要唱又要作又要填，有時仲要好似我哋咁真係孭埋啲樂器上身，佢哋先係真真正正嘅音樂機械人。所以我哋心尾移動，今日特登學咗啲樂器，夾咗啲歌仔，希望可以將呢個唱作人嘅結果，可以用音樂嘅回禮送俾佢哋。而家首先為大家介紹，我係細蘇，我學咗吉他10年。我係陳強，我學咗打鼓2年。我係 Leo，我學咗小提琴7日。我係森美，我學咗鋼琴6日。我哋用我哋嘅音樂頒以下落嚟嘅獎項。叱咤樂壇唱作人銅獎。Eric Kwong 上榜作品《舞腳雀仔》、《論盡》以及冠軍歌《應承》。Thank you， 多謝你哋精彩嘅演繹。多謝商台頒呢個獎俾我。今年我好慚愧，因為我好懶惰。每年啲歌手都會話下年都會繼續努力，我今次真係覺得呢句説話唔係行嘅。我真係會08年會好努力做多啲嘢俾大家睇。Thank you。叱咤樂壇唱作人銀獎。我哋繼續用我哋嘅音樂宣佈結果。Louis 張繼聰。張繼聰上榜作品包括《白鳥》、《Single Bell》、4小強、《Good Luck》、下世紀的地圖以及冠軍歌《寧願晏啲瞓》。多謝商台頒呢個獎俾我。多謝我嘅唱片公司 Vow Music、J-Don Music， 多謝 Flora 姐，多謝偉仔哥，多謝 Gary， 多謝 Eric， 多謝阿 Bell， 多謝全部人，多謝 J-Don Music 嘅 Jonas 啦、Roy 啦、Kimi 啦，呢個獎仲要多謝我嘅歌迷。咁今日佢哋好多都可能未必喺場裡面嘅，但係我都知道佢哋支持緊我。多謝仲有 ，sorry， 我仲有繼續㗎。我要多謝今年咧合作過嘅編曲人啦，高佬啦 ，Surround 嘅高佬，我喺你身上學到好多嘢，多謝你。多謝填詞人啦，梁柏堅、黃仲海阿海啦，多謝 Wyman， 我會繼續努力嘅，多謝晒。叱咤樂壇唱作人金獎。
因為金獎嘅關係，我哋好尊重佢，所以會用佢嘅歌嚟宣佈。圓圓的臉聲鮮甜，琴藝鏡作曲店，王菀知佢黐線，九大鬼配面線都吞晒，仍然繼續可愛。王菀之。王菀之上榜作品包括《是一個誤會沒什麼可悲》、《你是我最愛的人》、《面具》、《幸福》、《用了鐘的時間》以及2首冠軍歌《真心話》、《巴黎沒有摩天輪》。